其实我哋看到年代长一个单纯的胜利人，把每张跨足到客家公共事务推广，得到客家贡献奖的杰出新秀奖的得主罗南平，从20年前独立下，佢用唔求回报的服务生涯，除了3万做台湾客家的认同，也为客家行遍的世界。佢为了希望成延续客家民族情感，侵占新时代行业的磁性。快妹小眼，回忆20年前嘅客家运动，因为让到前辈就算生活艰苦，经济唔好，也系为客家发生嘅热情。成年人出现嘅罗南片，天天客家台路仲少见，新嘅客家人精神，热天调入客家运动。今天讲也是讲希望俺为俺嘅土地，为俺嘅子孙啊，前面条路啊，为啥忙？所以俺就听到我自家去亲身去参与，因为俺自家唔做啊。骗人冇人肯做啦，最重要是讲你自家就行出去，有风险，所以得到骗人的尊重，按人家信心，自信心，慢慢的放起来。全世界嘅华侨太弱山谷日系客家人，呢度做客他乡嘅客家，無論第二位就含有對台灣嘅情感。世界台灣客家聯合會結合政府力量，留全球客家產聯起來，發揚客家文化。大家就按個心講說，主要其實想要保存客家語言啦。所以種公開嘅場所，大家會考慮到講，係就跟每個嘅參議員來邀請做按個來賓人講5分鐘，講出亦聽種客家話分析。跟住講客家話，講得比俺台灣較好啊！所以呢一份藝就感覺真感動啊！每天萬二位就賺得落，羅南片認為發揚客家天初愛從每天開始，鼓手對報道客家電台成立嘅下，大力出錢提數。老前輩強下日路打拼嘅羅南片，竟不忘土後輩，提倡後生人為促圈做事情，愛做對社會有幫助嘅事情，這年自家嘅事業，成就客家共享事務，就係叫最大嘅收穫。客家新聞7分之鐘明涵特別報道。